够吧？你要害死我呀你啊！我无啊。无，哎呦，那大小着你大滚是要死啊哟！好啊，无甲讲，我即摆一个关落去，我即摆老弟啊，这个才完。哦，哎呦，去烫着你就讲去烫着，结果迄表情害我惊一条。你无听人伫咧讲上惊小，小惊大喙，大喙那个灌落去，风就赶出北外，安尼病就好啊。哎呦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莫阁冤枉好无啦？恁两个哦，袂输敢咱囡仔的啦，啊为了这种代志啊，你咧动呀？我拄仔啉落去，我即摆规身躯拢轻松起来，所有的这滚骨啊，甲这血脉，拢照轻松起来哦。那我早就甲恁讲啊啦，这叫做以毒攻毒，顶都毋信咯。啊，即马安怎？总讲一句哦，今仔日咯，我这条命拢是你解救的啦。不客气。我袂爱水啊！哎呀，痛不是病，痛起来要人命。哎呦，想不到这喙齿有人拍人去，听到到地上的胃胃疼，徛咧也疼，倒咧也疼，坐咧也疼。哎呦，我含迄个乌龙洞都唔敢大，我惊讲若听落到地吼，爱出来声若叫人听到，叫人笑死哦。看看咧，我永远唔着还佫住踮这个风狗野外，继续佫踮咧这冻落水，我可怜哦，我可。水来啊！吼，水伫倒。哎呦，你是啥物人？佮弄者我错一条。你啥物人？我哟，无咧骗芳，我就是蓝采和。最近我欠水河。来，水来了，水过来。兄弟啥？你又搁是啥？我，你要问我啥？骹尾所在，我就是韩湘子。那你两个是八仙？你有眼光。哎呀，真是天助我呀！好呀，你看安尼出去安尼拄着咱两个，啊，伫咧痛伊型的，毋知你痛啥，可能拍大去。我共款欠水欠到什么？我甲恁讲，即马我就是要掠恁两个转来去乌龙洞交我的大王，通好将功赎罪。那呢，阮大王伊就袂降罪互我咯。那安尼你是？你看清楚，西青啊！不是西青，啊你是啥只吼？真是啥还真酸咯！要走对去。两个要走对去，乖乖啊，甲我转来去乌龙洞。救人！那个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李龙斌，敢讲你还阁想要来救人是？你会记你讲你顶一遍伫咧山顶的时，你阁假做一个老太婆，阁甲骗一只行家，啊？你去踢到铁棒，还阁也唔惊？这个臭道士，顶一遍是你用小人的步数，我才会失手。你叫是你安尼，你就足牛啊是？你叫是你安尼足厉害啊是？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的我，甲迄一天是完全无共款哦。即马因两个拢伫我的手中，你感觉安怎是？你看我的法术。别人的。李东斌，我感觉学袂来啊！我着将这两个送落去砍口，浑身碎骨，才等你来收尸。别个啊，我害惊啦！方思晴，你赶紧回头是岸，甲着本仙人倒转来去玉皇大帝遐受罪，要若无，绝对要互你浑身碎骨。即马伊就伫我的手头，应该是你来哀求我才对哦。叫我去哀求你，马上都没有，看我的法术。
啊，上主啊！想要甲我斗法，还阁真早咧！呀！惊死我，惊死我！免惊，有我伫绝对免惊啦。bingo 好佳哉有你哦，无我即声雷霆嘴黏黏的啦。啊好啊，我嘛是去互迄只饭事情掠去啊。来人啊！在。用拿菜壶甲挂入去地牢，好好人看守。哎呦，救人哦，人不爱人。大王，你即马为虾米拍算？即马拿菜壶既然在家己咱手中，我相信八仙因咧行人会来解救伊。咱啊好啊想一个办法，来设计一个天罗地网，然后八仙因即行人会得入来，袂得出来。时到做一摆总个消灭掉。哎呀，大王你英明，大王好妙计啊！好啉好啉，赞赞。bingo，还佫有无？有，剩一碗。一碗，紧倒来紧倒来。你当作啥？人迄碗是要留了拿菜互啉的。啊？彩虹，哎呦，彩虹伊无机会啉啊啦！等伊去哦，迄个饭事情掠去哦，阮死的啦！嘿，这大正哦，事实哦，你比我咧想的哦，也佫较歹应付的。咱即摆若无紧来救这拿菜户啊，嘿，我看拿菜户哦，这条命绝对会休。伊身上的洞吼，卡算明仔载佫袂当甲解救吼。就算讲吼，无甲抬死，伊家己嘛拗子。啊，无安尼是要安怎？咱来想一下价值啦。我你想一下价值，互你想甲出来的时候，那菜互已经变干啦。哦，两位大哥，你著何必遐尼麻烦呢？啊，著来问这只就好啊。倒一空，倒位要救人，伊上清楚啊，对无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无可能吼反背阮师傅啦。迄人讲吼，以力为师，将心为父，我无可能安尼做人吼。车德斯啊，我甲你讲。你是一个蛇精，你是一个蛇精，你要拜的师傅应该是要拜一个正仙，你后天才会结果，才会成道。你参像阮八仙所拜，就是太白金星正仙。若你拜的毋是，你拜的嘛是共阮一尾蛇精，所教的拢总是滂沱大道的代志。你后摆哪有法度咱练成一个正果对无？假使讲今仔日你若是会当将到这个蛇洞到底是甚物所在，互阮来去甲消灭，你嘛是大功一件啊！也毋过安怎？你若搁倒来掩久吼，我就将你这尾蛇精，甲你剥你的蛇皮地粗糠，对，肉来滚清汤，对，骨来加硬夫。陈德斯啊，到底是伫倒位啦？哎呀，好啦，莫吹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恁过即个磅空吼，恁着看一座桥啊。对。啊，迄桥骹吼，就是乌龙洞啦。大块呀！喂，啊，但迄条桥我毋过查百几摆啊，咱毋知影讲迄个桥骹就是迄蛇洞啦。我先讲的哦，恁去，我毋去哦。到时哦，我若是去拄到事，我会足歹做人的呢。所以讲哦，我甲你斗3工，到遮尔。好，咱3个人，分3路来去救。最主要就是要救彩虹，有听无？好。哎，啊，你还阁等咧遮啦？你若无甲因去？因是要入去蛇洞内底甲因走灭，啊，若是灭袂去，伊迄一尾一尾的蛇拢会扫出来。啊，即摆扫出来一定要经过即个所在，我对遮个洞咧。来一尾杀一尾，来2尾杀一双啊！哎哟，你的心肝哪遮残忍啊！你竟然徛喺遮，是要甲伊赶尽杀绝？你讲我残忍哦？你无受看嘛咧？你较早杀害偌济无辜的老百姓，敢讲你就无残忍？迄是较早嘛，啊，自从甲你斗阵了后哦，人我就后悔啊！我嘛知影较早哦所做的吼拢嘛毋对。我为即摆开始吼，要改邪归正，我无要搁做较早迄种代志啊啦。好啦，你若是会晓安尼想，是真好的代志啦。你若是对阮行，就无毋对啊。将来吼，我若是带你来玉皇大帝面头前，甲伊禀报，伊嘛会当甲你将轻犯道，知影无？
我知影。请请问的吼，较算吼，我来去内面，甲因讲哦，叫因导航，你是毋是会当原谅因？哎哟，拜托咧，你4年阮啊嘛小弟咧，你是一尾细尾仔青的士尔呢？啊，恁咧内底恁师傅是大尾的呢，啊，你去咧讲敢有够迄个分量？我嘛无啥把握，也毋过吼，我要试看卖。免试啊！讲，你违背师傅，而且你听我解释，你毋要解释啊！你拄则讲的话，我完全拢有听到啊！我今仔日绝对要替师傅来清理门户。来，看招！精彩好戏，笑八仙又搁开始啊！咱即摆来甲讲这青的士啊，伊原来是后淡薄人性伫啊。伊安尼叫白蛇精讲话，你绝对要改过自新啊！白蛇精不但不听伊的话啊，而且呢，要过来用法术啊来掠这个青的士甲卢仙祖。哈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明仔载啊，戏出也搁较好，你若无看，真无彩哦。